行入一間醫美 clinic，燈光柔和，裝修靚到好似雜誌相咁，職員個個笑容親切。但係其實你點知呢度係咪真係安全呢？裝修靚同醫療安全其實係兩回事。歡迎你收聽 Glow Science 兩機科學，我哋專門用文獻、證據同科學支持，同你拆解每一個醫美同護膚嘅決定。揀錯一間 clinic 唔單止係浪費金錢，今日拆解嘅5個警號，每一個背後都有真實文獻同法規支持，由假貨到無牌落針，全部都係查證過先講。有時我哋見到啲好平嘅折扣，聽落好似執到筍嘢咁。但係喺2025年11月，美國 FDA 就一次過向18個網站發出警告信，指佢哋非法銷售未經批准冒牌嘅肉毒桿菌素產品，仲有9個州17個個案，因為打咗呢啲冒牌嘅肉毒桿菌素出現中毒嘅情況，包括視力模糊、吞嚥困難、呼吸困難、講嘢講唔清。仲有一位執業17年嘅美國執業護士話啦，呢啲折扣通常都唔係因為佢哋攞到平貨，而係提醒你要揾第二間 clinic 啊。所以反常平嘅價錢呢，唔係着數啊，係一個你要諗多層嘅信號。又有好多人以為只要間 clinic 睇落夠專業，邊個幫你落針都冇所謂啦。但係法律上呢，並唔係任何人都可以合法幫人打針㗎。喺香港一般嚟講，只有註冊醫生呢先至可以合法操作㗎，而美容師或者醫療助理呢，喺任何嘅地方都冇合法資格去幫你打針。所以落針之前，你有權問一句：幫我做呢一支針嘅係唔係有牌嘅註冊醫生呢？好多 clinic 都會掛住一個醫生嘅名去做招牌，聽落好有保障。但係評論指出，有一啲醫療嘅總監根本好少，甚至從來冇出現過喺現場，純粹俾間 clinic 借個牌、借個名撐個場面。所以想知道嗰個名係唔係得個擺設，都可以直接問呢位醫生大概幾耐嚟一次㗎？你可能以為專業意見就應該係醫生話你聽，話俾你聽你塊面需要啲乜嘢。同樣嗰一個執業17年嘅護士就講得好清楚，佢自己嘅底線係唔會未問清楚就話俾病人聽需要啲乜嘢。專業嘅意見係應該回應你想要嘅結果，而唔係主導你去買更多療程。所以如果一坐低就俾人診斷出一大堆你完全冇諗過嘅問題，呢個亦都值得你去留意㗎。好啦，打完針，埋咗單，完成晒成個流程啦。但係負責任嘅執業者呢，一定會清楚講返俾你聽，術後要點樣做。例如保持直立幾多個鐘，幾多個鐘之內唔好做劇烈嘅運動。呢啲唔係客套說話啊，係為咗防止個產品去一啲唔應該去嘅地方擴散。所以如果做完療程，冇人同你講過半句術後要注意嘅事項呢，呢個都算係一個 flag。呢5個警號冇一個同間 clinic 靚唔靚有關，裝修、燈光、職員笑容，全部都可以砌得好靚。但係醫療安全同呢啲視覺元素完全係兩件獨立嘅事。呢個就係 Glow Science 量機科學想堅持嘅信念。判斷一個地方安唔安全，唔係靠感覺，唔係靠裝修，而係靠具體可以查證嘅問題。價錢、牌照、醫生在唔在場，佢點同你溝通，有冇術後指引。返去開頭嗰個燈光柔和、裝修靚到好似雜誌相咁嘅 clinic 啊！而家你應該知道，答案唔係喺張牆紙或者個燈光度，答案呢係喺你問嗰5條問題，佢哋答唔答得出嚟。呢集嘅內容純粹整合公開監管機構資料同埋專業意見，唔構成法律或者係任何醫療建議。任何療程決定之前，請自行核實執業者資格，有需要就要諮詢註冊醫護人員。如果你都揀緊一間 clinic，希望呢5個問題可以幫到你。記得 subscribe Glow Science 量機科學，我哋等你做每一個健康、醫學、皮膚嘅決定都揀得更加精明。